各位朋友，上一期咧為咗解釋咧盲目愛情啦，或者盲目擇偶嘅意義咧，同埋重要性咧，可能講得太理論同埋學術化，有聽眾仍然覺得一頭霧水，領略唔到我所要講嘅。好啦，就等我從大部分人都能夠領略及希望享受嘅一種愛情嚟示範同埋解釋一下盲目擇偶嘅精神啦。講到愛情呢，相信大多數人都聽過浪漫呢個詞啦。呢個詞啊，現已通行世界，浪漫愛情更幾乎人人嚮往。但浪漫愛情所指嘅究竟係咩呢？呢個字詞呢，其實係羅馬嘅音譯，應該喺自古羅馬帝國，約喺西元前27年至西元476年，強調咧情感與個人主義、個人感受、直覺同埋想像力。喺當時，相較於後來啟蒙運動嘅理性主義，佢其實係被公認為不道德、盲目、淫蕩、濫交嘅代名詞嚟嘅。喺西元8世紀，法國最早開始將愛情加以羅曼化，將自己本來嘅保守文化加入一點兼容並蓄嘅羅馬內容。去到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之後咧，羅馬精神咧又從意大利復甦啊，對一切有異於當時嘅文化與事物都充滿好奇，以致衍生出各式各樣嘅浪漫藝術、文學同埋知識運動，係為歐洲嘅浪漫時期。從大約18世紀末風行至19世紀中葉，至今仍然深入民心，仲以浪漫為愛情嘅必然骨幹。至於東方咧，喺中國文字裏邊咧，雖然咧浪漫呢個詞咧，好似係從外文音譯過嚟，但係佢其實有好獨立嘅出處啦。據查證，浪漫呢個詞咧喺中國宋代公元9世紀咧就有啦，大約有漫遊閒逛之意，只係喺日本明治時期嘅日本學者夏目漱石將 romanticism 音譯為浪漫主義，然之後咧喺華夏世界傳開嚟，先至帶嚟中文嘅浪漫咧係羅馬化音譯兼意譯嘅誤會。好明顯啦，歐洲嘅浪漫發源於8世紀，中國嘅浪漫只出於1個世紀之後，即係9世紀，遠早於古代絲綢之路進入全方位東西方交流嘅高峰期，所以將中國嘅浪漫睇成就係西方所講嘅浪漫，好可能只係一件一廂情願嘅事。此外，喺歐洲嘅第8世紀咧，正係天主教教皇同埋教會嘅政經實力開始越嚟越大嘅時候，推行一夫一妻制、嚴格限制性行為嘅方式同埋對象，原羅馬帝國嘅性愛習俗到當時都已被貶為異端甚至罪惡，因此咧，歐洲中世紀嘅性愛觀念同埋規條咧都係極其保守嘅。直至18世紀末，浪漫主義方能夠重見天日。浪漫主義咧強調咧以個人為中心，包括天性、情感、想像力同埋創造力。佢廣泛影響當時嘅視覺、藝術啦、音樂啦同埋文學啦。咁當然咧，亦都將愛情咧視為一種咧強力嘅情感激情、超理想，而
以佢為完美無瑕，能夠克服或者漠視一切問題。浪漫主義追求愛情嘅儀式感，身心一致，係同埋愛與性嘅無可分割。佢將愛情咧本身咧就睇成完美無缺，可以克服所有障礙。例如透過感覺咧就可以覓到美好伴侶，咁樣強烈依賴情感同埋直覺嚟進行嘅愛情。有理性嘅人咧，當然會直指嗰係一場自欺欺人嘅幻想與期待，唔可能有真嘅美好收穫嘅。但問題咧喺市上咧根本就充斥住呢類膚淺幼稚嘅浪漫故事，成日話俾我哋聽，王子同公主從此快樂地生活喺一齊。一般人又點能夠輕易走出圈套呢？但即使浪漫愛真嘅只係場盲目嘅愛情，咁我哋係咪就應該摒棄佢，以免害人害己呢？都唔見得。即使浪漫愛係幾咁唔實際、盲目或者愚蠢，畢竟咧喺人類愛情歷史上咧，無論中西古今，都係人心極其嚮往甚至沉迷嘅，就如嗰啲可以令人上癮嘅毒品。何況咧，近代醫學咧，亦都已經發現咧，一個浸淫喺愛情裏邊嘅人，體內咧會增加分泌一種令人愉悅嘅愛情啊、荷爾蒙啊、多巴胺啊，令當事人痴戀其對象，盲目地沉迷與對方親近。但係咁樣一種盲目愛情嘅天性，唔見得可以令人類絕種。點解呢？就係因為呢個盲目行為只係愛情嘅開始，即如俗語所謂兩小無猜嘅地步，佢有佢一種特殊嘅吸引力，係會引誘愛侶們咧先投入同沉醉，直到能夠真正決定生活喺埋一齊嘅時候，先至嚴肅理性地為己為人為社會去貢獻佢哋嘅力量。所以一段盲目嘅愛情呢，只係一個開始，一個極具吸引力嘅引導愛人相愛一生嘅開始。跟住嚟嘅先至係纏綿盟誓、家庭之愛同埋大愛。如果冇呢一段盲目嘅引子，就冇跟住嘅呢一切。但係如果講到呢，仍然有人唔明白呢，就等我拎音樂嚟作比喻。好多音樂作品咧喺主題未出之前咧，都有一段引子嘅。若果單聽呢個引子咧，多數人咧會一頭霧水嘅，聽唔出佢要講咩。但係引子過後咧，即係內容逐漸呈現，聽眾先至會領略作者要想表現啲咩，而且咧同前面嘅引子咧互相呼應，造成強大嘅感染力。同樣咧，喺愛情開始時候嗰盲目嘅愛情，就係該愛情交響樂嘅引子。咁佢開始時候咧，好似毫無意義。但若果情人終成眷屬，呢個引子咧就係咧對情人永不能忘嘅最浪漫嘅回憶。盲目嘅愛情咧就顯示咗佢無可替代嘅價值。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啊，多謝各位。